最深刻嘅一段嘅經文啦，就係喺詩篇嘅127篇第1節。咁咧，相信大家都應該聽過啦，就係、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努力；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。咁咧，佢經文咧就去特別去強調神嗰種嘅主權啦，即係神就係嗰個嘅，即係我哋要喺生活當中，我哋要以神為首。咁咧，俾我去自己再去回想嘅時候，就諗翻自己作為傳道人啦。唔知大家知唔知作為一個傳道人，一個新手入職嘅傳道，最辛苦嘅係做啲咩咧？就咧，對於我嚟講咧，最艱辛咧就係要預備一篇嘅講章嘅。咁咧，原來要預備一篇講章咧，其實咧就要成2個星期之前咧，其實咧就要去開始去準備一篇嘅道啦。即係更加其實喺呢兩個星期嘅裏面咧，就浸淫喺呢篇神嘅話啦，更加可能就會開始研經啦，跟住又會去睇唔同嘅釋經書啦。咁咧通常咧去到講道嗰個星期咧就不得了啦，特別我啦。咁咧我就會開始咧更加就係翻工會預備講章啦，放工咧都係繼續預備講章啦，去到瞓覺咧都會繼續諗緊講章啦，甚至咧會發埋噩夢啦，係啦，去到講道之前咧，哇死啦！好似未預備嘅點算？PowerPoint仲未準備好，咁所以其實咧，真係喺裏面真係睇見，即係其實呢段經文啦，俾我去再回想嘅時候，真係嘅，即係當我去有啲咁嘅一啲唔好嘅感受嘅時候，即刻幫我去諗，即刻去禱告咯。即係我去諗翻，其實神就係即係我喺我嘅人生嘅裏面去擺喺首位咧，更加我去預備呢篇嘅講章，其實當然啦，可能就係好似一堆嘅文字去堆砌出嚟啦。但係如果當中如果冇神嘅介入嘅話，呢篇信息只不過係好似一個報告，即係好似一篇嘅即係純粹一個報道式嘅一個文字啦。咁但係當有神嘅介入好唔同，因為就係神去使用我呢個器皿。神就係去用我去點樣將呢份嘅信息嘅 message 去傳遞俾佢，所以即係當中啦，即係如果冇神去介入喺裏面嘅話，即係我覺得我覺得好經歷啦，神去點樣去幫助我去預備呢篇嘅講章啦，即係每次都係更加係當中去點樣去俾神去使用我呢篇講章，讓到弟兄姊妹能夠得以去造就咯，所以都去特別當去諗翻詩篇。有咩深刻嘅時候，就係透過呢段經文咧，都讓我去好好反省啊！咁呢個就係我分享啦，第一個。